做開本地派貨物流老闆嘅你啦，咁我哋收一啲嘅案例咧，而家做一啲功能咧，就係每一個司機咧都可以簡單地用佢嘅電話啦，就可以用個鏡頭啦掃一啲唔同嘅單。咁入咗單之後咧，admin 嘅同事咧就會實時收到每一日究竟有幾多單，有幾多件貨要送俾個客人嘅。咁佢哋可以 mark 翻重量啊、數量啊，或者一啲嘅 remark 嘅備註，甚至可以做埋錄音都 OK 嘅。去到現場啦，送咗貨之後咧，可以用個手提電話咧，直接做個影相，同時間派車時候一啲嘅成本咧，可以喺個 Apps 度咧實時咧去做翻一啲 remark。咁影埋相之後咧，好方便地一日咧已經統計到有幾多張單係送咗出去，入咗嚟時間幾耐，有冇跨天嘅單會安排到，可以一次過咧 grab 晒所有嘅嘢咧，計翻一個運費。開翻張 invoice send 翻俾你嘅客人都好簡單嘅。咁如果做開本地一啲嘅派送物流啊，手頭上有好多嘅 van 仔啦，或者一啲嘅貨車咧，都可以咧安排俾佢哋嘅同事，好簡單嘅啫，唔需要 hardware，所有手機裝咗就可以用到呢個功能㗎啦。額外啦，有啲 top up 嘅 option 嘅功能咧，都可以考慮加翻嘅。如果你嘅客人方便佢哋想查單嘅話咧，可以考慮加埋一啲嘅 WhatsApp 啦。咁我哋都有啲 AI 嘅 WhatsApp 嘅功能咧，可以開放翻俾你哋嘅。咁例如可能佢哋中意打佢哋嘅電話 number 入去嘅時候，我哋會認知到邊個客人，佢想問佢嘅單嘅狀況嘅時候咧，可以寫翻我想查單啊。咁我個 system 咧會跟翻個單嘅狀態，通知翻你嘅客戶咧，咁令到你哋嘅人手咧大幅度減低。咁甚至可以用埋個 WhatsApp 咧，定期去到期嘅時候咧 send 翻 invoice 俾翻佢哋都可以嘅。咁如果有啲咩問題咧，可以再通知我哋，咁我哋有同事可以安排上門做一個介紹嘅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開埋個叮叮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睇我哋嘅新片啦。